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8月2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5篇第1到第2节，第6到第9节，何西阿书第3章第1到第5节，约翰福音第18章28到32节。到底什么是洁净的生活？我们在先知何西阿的记载里面看到了这么样一段，就是先知何西阿受了上帝的旨意，娶了妓女的事情。这个记载在先知书里，很多人这样的质疑，他们就觉得怪怪的他们质疑这样的做法。其实当我们怀着这样质疑的心态的时候，我们就如同那个法利赛人的心态，心里在嘀咕：耶稣基督怎么可以跟税吏、跟罪人一同坐席呢？就很像这样子。这样的人不但不明白上帝的心意，更是那种自以为是。他们这样斥责耶稣做错的事，我们有没有可能也这样子做呢？我们有没有可能用这种有色的眼光来看上帝的救恩呢？我们有没有可能就以为自己才是对的，然后耶稣基督是错的，上帝都错了？到底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？在这一段的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？我们分5个角度来看。第一个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不忠。这个淫妇呢，是比喻成为以色列人在信仰上面对上帝不忠心。其实这一段的经文是在用婚姻来讲，像一个人不忠实在他的婚姻上面，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子对上帝不忠心。耶稣基督与这个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对话，那妇人说我没有丈夫啊，但是耶稣基督跟他讲说，你有5个丈夫，而且呢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以色列人其实就是这样的不忠，而且他们自己还不知道。第2个角度是罪人的救恩，或是说福音。即便是我们说的犯奸淫的那个井边的妇女，她有5个丈夫，现在有的又不是她的。虽然是这样子，可是呢，她的生活是有问题的。可是耶稣基督要赐给世人的，我们说罪人，是那种永不再渴的救恩。这样的救恩仍然要赐给这样子犯了错的人，就如同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也时常跟这个税吏罪人一起不但与他们同在，也跟将救恩介绍给他们。因为耶稣基督这样说：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他又举这个圣经为例，他说：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记事。这句话的意思就你们去揣摩，我本来不是招罪人，不是招义人，乃是要招罪人这是耶稣非常清楚的表达了。第3个角度，我们看到一个流浪的日子。今天的经文第4节说，同样的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，以色列人将没有君王，也没有领袖。不但这样子，他们也没有祭祀，也没有石柱，没有偶像和神牌可占卜。就如同路加福音记载浪子流落他乡的生活一样，他不但花光了自己所带出来的财宝积蓄，原本他所喜爱的那种奢华的生活，
还有当他非常富有的时候的那一些同伴，我们说偶像，都远离他去了。所以当他落魄的时候，偶像也没有办法拜了，奢华的生活也没有了，那一些所谓的朋友也都走光了。当然，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一个浪子回头的转捩点。第5节的经文前面，他说过了这一段时间，就是刚刚说的相当长的时间没有领袖。那以色列人过了这段时间之后，要再一次的回心转意，寻求上主他们的上帝。浪子在猪寮照顾猪群的时候，吃猪的食物的时候，他突然间醒悟来，然后他就决志了。经文告诉我们，他说：“我要起来，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从今以后，我不能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”这是路加福音15章18到19节的经文所记载的。这是一个决志。决志之后呢，我们看到一个回归。我们说决志是一回事啊，那能不能实践又是另外一个层次啊。浪子在记载里面，他不但决志悔改，他更是一位能够付出真正的行动。也因此，在第5节的后面，我们看到他们要归回他们君王大卫的家，这样将来的日子里面，他们会敬畏上主，领受他丰盛的赏赐。我们看到记载，浪子终于回到他的父亲的家，而且将他的决志告白了：“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。”不但如此，他的父亲怎么样？接纳了他，再一次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。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救恩了哈。不可否认的，基督徒敬拜上帝是需要洁净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指令，没有错。可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洁净呢？是因为为了要保持洁净，所以要去敬拜上帝的时候，看着那个躺在路边被欺负受伤的人，然后就可以不理不睬吗？看到税吏，看到罪人就唾弃，这样是洁净吗？看到和西阿曲的这个妓女淫妇，就说：“哎呦，这不洁净吗？”我们看到约翰福音18章28节的记载，圣经记载这样说：他们从该亚法的府宰把耶稣押到总督府。那个时候天已破晓，犹太的领袖没有进总督府里面去，他们要在节期里保持洁净，为了要吃逾越节的宴席。他们为了宗教的节庆保持洁净，所以不进总督府。可是这个非常矛盾啊！他们才刚做什么事情？从该亚法的府宰把耶稣基督送到总督府，他们诬陷耶稣基督，却为了在这个斋戒里面保持所谓的洁净，为了要吃逾越节的这个宴席。这样的做法，这样的矛盾，是上帝所要的洁净吗？有没有可能我们也会犯这样同样的逻辑的错误呢？祭司、法利赛人们、经学士们，他们常常认为自己才是洁净的，其实他们连比拉多都不如啊！他们甚至是借刀杀人，却装得非常圣洁的样子。难怪耶稣基督会说：“你们要小心法利赛人跟祭司的酵。”
盼望我们不是这样的人，求主帮助我们。